电视哪安尼青变变，袂是咧看啊繁达咧。你修理袂好啊啦，你修理较紧啦。我袂啊。袂，好，你慢慢修理，我看你偌熬咧。姐，你拆一同意书啦。来，是呢，摕去，莫搁找啊。我等一下再搁找啦。无几步啊啦。电视是干哪？伊拄仔有甲我讲过的方法，我才试看卖啊。着甲因的好好讲过无？无时间啊，逐工上班上到即嘛，你看我物件还袂整理呢，无闲气。为伫迄你家己囡仔，你家己去处理。哎那，电视若是修理袂好吼，咱换一台新的啦。修理会好啊，爸爸拄则甲我讲过的方法。恁爸爸根本就袂晓修理电视，伊的方法无一定是对的。为伫我会甲伊修理好，我无爱换新的。啊，无真正好无？进前要白修就好。歹势，借问一下，真正敢有大领的？我帮你查一下。好。是讲我若无找发票，该当换？我们公司规定一定要发票呢。因为真正衫是因爸爸买的，伊都毋知影怎放性地啊，买物件也无互我发票，我是要怎换？恁是安怎要变来变去啊？你这么什么态度啊？是安怎要搬厝？是安怎要趁著袂好？连老高嘛毋是共一组的。